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，就是我家呢，这位先生他突然就想吃一点辣的，然后我们等待他来揭晓里面都是些什么好吃的。然后他热了一点米饭，先来打开这个看看这是什么。我买了啥我忘了。这个菜名是什么？夫妻肺片。这是夫妻肺片哈，好可爱。然后这个呢？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啥来着？毛血旺。毛血旺，对。这个就是布里斯班的外卖。不是毛血旺。不是毛血旺。这个是酸辣粉。是你喜欢吃粉，酸辣粉，很简单的，就是一些我们经常点的辣子鸡。不是，这个是肥肠吧？辣子鸡。这是辣子鸡啊。这个是里面这个酸辣粉里面有肥肠的。他还加了肥肠的。我说可不可以加肥肠，他说可以。哦，厉害。然后麻婆豆腐，然后这个是清蒸鱼。那个青椒鱼。青椒鱼，据说吃鱼呢，对，就是长脑子。我呢需要补脑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是因为你怀孕了，你要增加 DHA。OK， 开动，谢谢。